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64页的地方，那就是提到说呢，分为3种心类。那我们在讲述呢心类学的时候呢，那以藏文来说呢，就是它呢是讲到 low r。 那 low r 的意思呢，它是2个字，然后 low 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觉知，那 ri 呢就是讲到 riba， 也就是讲到说了知的部分。所以呢，在讲述心类学呢，就调 low r 这2个字的时候呢，最主要就讲到说觉知还有了知这2者呢是同义的，它们的作用呢都是一样的。那以上呢就是在63页之前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7种分类。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，就是新的种类呢又可以分为3种不同的分类的方式，所以提到说3种心类。那像在经论里面呢，像是常常会提到说，像是2种分类、3种分类或是4种分类，就是以这种2种分类、3种分类、4种分类这种分类的方式呢，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对我们这些顿根的有情呢来做讲述。因为呢一次呢，如果说讲说新的种类呢有多少种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很容易呢会做混淆，所以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根器呢，就是比较钝的这些有情呢，所以他会先帮我们就是做好分类，跟你说呢，它又可以分为就是2种分类，或者说呢3种不同的分类、4种不同的分类，就是当我们能够用两者东西去做区分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自然而然会比较容易去了解。所以像是在做这种2种分类、3种分类、4种分类的这种呢，大部分呢就是对于说顿根的有情呢来做讲述。那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呢，就是新的种类呢又可以分为3种，然后呢来做区分。那这3种心类呢是如何做区分呢？是因为有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，还有呢以自相为所取境的无分别或是不错乱的认知。那这边呢先提到第一个呢，就是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。那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呢，那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，凡是分别之呢，它呢都是以异共相呢作为所取境。那我们之前呢就有提到说，所取境呢以显现境呢，二者呢是同义的。那同义的意思呢，就是提到说，凡是分别之的时候呢，它的显现境或者说呢它的所取境呢，一定呢会是异共相。那异共相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，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呢在做思维的时候呢，它会显现出一个，它会显现出一个相，它会有一个显象。那这种显象呢，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呢已经回到家里面，那回到家之后呢，可能会去思维到说，今天呢公司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或是学校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那我有哪些事情呢还没有处理完。那你在想这些时候呢，自然会显现出一个相。那个显象呢，就是这边我们所讲的异共相。其实这种显象呢，它跟我们呢就是放在眼前，你眼睛直接看到的这一种呢是不一样的。举一个更好理解的方式来说的话呢，就比如说早餐，或者说中餐，或是晚餐。那我们在回想呢，我今天早餐吃了什么东西，或是我午餐呢吃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在回想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一个显象跑出来。那个显象呢，跟你正在吃早餐的时候你的桌子上所放的那个早餐，还有你现在所想的那个显象所现的那个早餐呢，它必定是不是一样的东西，它一定不是一样，它只是相似而已，但是它并不会是你今天正在吃的那个早餐。所以显象呢，跟我们眼睛所直接看到的这种清晰的这种显现呢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边所讲的显象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共相。所以凡是分别之呢，它必定是以异共相作为它的所取境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个呢，就是以自相呢为所取境之无分别不错乱的了知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提到呢，它的所取境呢是自相。那这种呢，就是它是在无分别之里面呢，属于的不错乱的认知。所以呢，那这边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这里来讲述的时候呢，它在陈述的时候呢，是说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分别。还有呢，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，然后不错乱的这种认知。那其实呢，在一些经论里面呢，他会提到说呢，就是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分别，还有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。
那一个用共相，一个用自相呢，那就会刚好成一个对比。然后对比的地方呢，就提到说，凡是分别之的时候呢，它的所取境呢就一定要是共相；凡是无分别的时候呢，它的所取境呢就一定呢要是自相。那虽然说我们一般呢是在讲说共相，但是呢这边共相所代表的含义呢，其实也就是讲到呢就是异共相的意思。因为呢，凡是异共相呢，它一定会是共相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共相呢，它跟常法是同义的，所以只要是异共相的话呢，它一定呢会是属于是常法。所以呢，这边在讲述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提到说以异共相，或者说呢，我们讲说用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呢，这种呢就是所谓的分别。那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这一点呢，就是属于无分别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很好的了知。虽然说以共相为所取境为分别呢，讲的是共相，但是它所指的呢，这个边共相呢有各种不同的共相，但是这里以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呢，所讲述的就是它的所取境呢，一定呢要是属于异共相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呢在学习的时候呢，就是提到说呢，量呢，它的所量呢有2种，所量有2种。那所量呢，量的所量呢是哪2种呢？它所能够量的呢，就是共相还有自相。所以透由这边去讲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说，凡是呢它的所取境呢是共相的时候呢，那它自然呢就是属于分别；那它的所取境呢是自相的时候呢，它自然呢就是属于无分别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讲到说呢，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呢，称之为是分别。所以以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之，以及呢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之。那我们这边讲到呢，就是讲到，因为现在是属于经部中的缘故，所以讲到共相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和常法同义；在讲到自相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和无常法同义。所以呢，才会提到说呢，所量有2故，就是提到所量呢，就是常无常这2种，也就是这里所讲到呢，共相和自相这2者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们讲到自相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要又把它跟应成派呢所讲述到的自相成立，然后认为说呢，这边所讲到自相呢是应成派所说的这种自相是属于就是我执的所破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边的所谓的自相呢，它的意思呢就是完全呢是跟无常法呢是同样的。所以呢，就是以共相，就是以常法呢为所取境的呢，就是分别；以自相呢，就是以无常法呢为所取境的呢，它就是无分别，是这边呢最主要所讲述的概念。那当然说像是自相还有共相的这个名词呢，它这个名相是从就是一切有部呢，一直到应成派呢，就是都会用到这样子的名词，但是呢，它里面所代表的意涵，各派所承许的意涵呢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讲到说呢，就是以境呢来区分的时候呢，就是境呢它可以分为就是共相以及自相呢，在这2种。那或者说呢，境呢可以分为常法以及无常法呢是2种。那以无常呢作为显现境的呢，那就是属于分别之；那以无常呢作为显现境的呢，那也就是无分别之。所以呢，才会提到说呢，因为呢，境呢有2种的缘故，所以呢，所量呢，也就是我们讲到说有境的部分呢，也会有2种，因为它有2种不同的境的缘故呢，所以有境呢也会有不同的这2种。那就以瓶子来说呢，当我们以瓶子呢，当有瓶子的时候呢，那如何要证得这个瓶子是存在的呢？就表示说，这个瓶子呢，一定有一个能够显现这个瓶子的一个了知，或者说能够显现瓶子的一个觉知。那显现瓶子的这个觉知的时候呢，它呢就是把瓶子呢作为它的显现境，或者说呢这里所讲的所取境。所以由此呢，我们去成立说呢，瓶子呢是成立的。就像呢，所以特有这种方式去安立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，我们如何去安立瓶子是存在的呢？因为呢有一个能够把瓶子呢作为显现境的，或者说能够作为所取境的一个有境存在的缘故呢，所以是瓶子是存在的。所以呢，因跟果2者呢是关代而成立的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在讲说父亲呢是因为有了儿子之后呢，才称之为是父亲。那这个小孩呢，因为还有爸爸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小孩。就是
因和果呢，它彼此呢是互相，它是关带而成立的，所以就像是瓶子为什么会存在呢？因为呢，有了这个瓶子，这个瓶子要存在的缘故呢，是因为有个能够显现它的一个有境。那这个有境呢，它怎么存在呢？它最主要是因为先有了这个瓶子，所以它依靠着这个瓶子之后呢，而产生了这个有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，就会提到说呢，当这一个无论是共相也好，当然我们在讲的共相的时候呢，就是像是除了我们在讲共相呢，提到是常法，那这个常法呢，指的就是说它并不是无常法，它并不会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一种常法，它并不是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一种无常法，所以它称之为呢是常法。那这种常法，它既然是存在的话呢，它就如同瓶子存在一样呢，就是有一个能够将它作为索取境或是所显现境的这种了知，所以以常法或者说以异共相呢为索取境的这一种了知呢，就称之为是分别知。那以自相呢或是无常法呢为索取境的这一种呢了知呢，就称之为是无分别知。那我们在这边就提到说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呢，所量有二者。那这二者呢，也就是提到共相还有自相的部分。因为呢，一般在讲说所量，所量的定义呢，一开始我们在学色类学就提到说，量所通达，它就叫做所量，就是你能够被量呢所通达，或是被量呢所证得的这一种呢，就是称之为是所量。那在区分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这个所量呢又分为就是共相以及自相这两者。所以当你把共相呢作为所起境或是作为显现境的这一种呢，就称之为是分别知。然后呢，以自相就是无常法类这一种呢，作为所取境或是显现境的这一种呢，它就是无分别知，而且它在无分别知里面呢，它一定是属于不错乱的了知。所以提到说呢，以自相为所取境的这一种呢，它是在无分别里面是属于不错乱的这种了知。所以呢，在讲述三种分类的时候呢，除了第一个呢分别知，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无分别，而且这种无分别呢是不错乱的了知之外呢，那还有第三种，就是呢以清晰显现的无，就是以清晰显现的不存在的这种东西呢为所取境的呢，它是属于无分别里面呢，但是它是无分别里面的错乱的这种了知，或是错乱的这种认知呢。那我们举例的时候呢，就比如说显现蓝色雪山的这一种了知，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了知呢，就是在这个了知呢，它是清晰的显现，就是不存在的这种蓝色的雪山，它清晰能够显现这种蓝色雪山，那就是以蓝色它所显现出来的呢，就是蓝色的雪山。那我们知道说蓝色雪山呢是不存在，因为雪山呢它一定要是白色的，所以但是呢这种像是这种眼知。这种眼知呢，就是清晰显现蓝色雪山为所取境的眼知呢，它就是属于无分别，但是呢是属于错乱的这种认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所取境呢，或它的显现境呢是不存在的缘故，所以呢它是属于错乱的这种认知。那有人呢，他是直接讲到说呢，以清晰显现的无的了知呢，有的是直接放这种，就是以清晰显现的无的认知，然后呢作为第三种。那我们先来看呢，就是以清晰显现的无呢，那它这边有括号说叫做不存在，就是以清晰显现的不存在。那这个所谓的无或是不存在呢，主要讲的就是这种了知呢，它的境，它的境呢是无的，是不存在的。那清晰显现讲述的是什么呢？清晰显现呢，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根知呢，它对于蓝色的雪山呢是清晰显现的。那这里为什么让它清晰显现呢？清晰显现的意思呢，就是提到说呢，它是不掺杂异共相的缘故。所以呢，它既然不是掺杂异共相的话呢，就表示呢，它呢是属于无分别。所以这边呢，就特别讲到说呢，无呢指的是它的境，就讲到说，它的所取境呢是不存在的，是没有的。那清晰显现的部分呢，是要区别于说它的所取境呢是不掺杂着异共相，所以呢是清晰显现的。就像是我们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根知呢，它是能够清晰显现蓝色雪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不掺杂着异共相。那的无的意思呢，就是蓝色雪山呢本身呢是没有的，是不存在的。然后呢，它是以蓝色雪山呢
它是以清晰显现蓝色雪山，然后呢作为它的索取境，所以呢以这种呢作为索取境的呢，就是属于无分别里面错乱的了知。所以呢，在这边讲述到说，显现清晰的无呢，为索取境的这种呢，它一定是属于无分别里面的错乱的了知。那刚刚就讲到呢，清晰显现的无的这一点呢，就提到说，它的显现呢，它所显现的像是显现蓝色雪山的根枝呢，它显现的这种蓝色雪山呢是不存在的。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呢，它的境呢是不存在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它是境的时候呢，那能够显现它的有境呢，在分别还有无分别里面呢，不可能呢会是属于分别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清晰显现，它既然是清晰显现的话呢，它就不会是掺杂着异共相。所以呢，以有境来说呢，它在分别之跟无分别之里面呢，它一定呢不会是分别之，它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之。那接下来呢，因为呢它是清晰显现的无，它的境呢是清晰显现的无，以清晰显现的无呢作为它的所写境，就是它所清晰显现的这个境呢是不存在的缘故呢，所以呢它是在无分别之里面呢，不错乱之和错乱之里面的呢，它是属于错乱之。它呢为什么是属于不错乱之呢？因为凡是不错乱之，它是只要是无分别，它是属于无分别的不错乱之的话呢，那凡是它所显现的呢，它所清晰显现的这个境呢，一定呢是要服适于事实，一定呢是要是存在的。但是呢，这边是清晰显现的这种不存在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它一定是属于无分别之里面呢错乱的这种认知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就先上到这里。